好，同觀眾席嘅朋友們 update 下佢哋嘅位置先。參賽者第1號最近觀眾席嘅7號艇隻，跟住係6號、9號、10號，然之後就係8號。記得幫你嘅朋友打氣啊！好，佢哋已經出發啦。究竟邊個會領先呢？睇下先。全部都勢均力敵喎，好似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好平安啊！大家都加油啊加油啊！暫時領先嘅係10號，好快好快好快！10號穩定領先，哇！跟住8號緊追其後啦，6號9號都唔輸蝕喎，繼續努力繼續努力！7號都追得好近啦，10號繼續領先緊。加油加油加油！7號艇隻追上，其他選手繼續努力，唔好放棄啊！過咗一大半啦，已經就嚟見到終點㗎啦！10號，衝線嘅係10號嘅艇隻嘅選手，恭喜晒！哇，今場比賽好精彩啊！各位選手都追得好近啊嚇！各位觀眾可以期待下一組，繼續係我哋嘅女子青少年12